台灣環島遊第4日，我哋朝早就由日月潭坐台灣好行6739號線去阿里山，車程大概3個零鐘左右。我哋都係當日先知道，原來300婦女節女士坐呢程車係免費嘅。然後入阿里山嘅時候，如果你有 keep 到張車飛，入場費亦都會再平啲。所以我哋呢一日一開波就已經好彩，有好多意想唔到嘅小確幸。如果你同我哋一樣都係拎行李去阿里山嘅話，喺落車嘅地方會有行李櫃可以放低行李。行李櫃需要額外收費。如果你唔介意行多幾步去遊客中心，呢邊會有一個地方可以俾你免費放行李，只要喺當日下晝4、5點之前將行李拎走就 OK 啦。放低行李之後，我哋就隨便喺出邊揾咗間餐廳食午餐。呢間餐廳望落去都幾乾淨，空間亦都幾大，食物就普通質素，而且附近亦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餐廳，所以大家嚟到嘅時候，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其他鋪頭。另外呢邊有好多賣手信或者紀念品嘅地方，有時間嘅話，亦都可以行去睇下望下。休息咗一陣之後，我哋就準備出發去阿里山車站。我哋預定嘅路線係喺阿里山轉運站落車，入園區，去遊客服務中心嗰度放低行李之後食個午餐，然後就去阿里山車站搭火車去沼平站，跟住落車睇當地嘅自然景觀，去埋睇巨木同埋神木，然後就喺神木火車站上車，再搭返去阿里山車站。3月嚟到嘅時候，山上嘅溫度大概係14度左右。原本呢度就已經喺山上邊，所以同天空嘅距離好近。3月份嘅時候都有好多人嚟阿里山，喺排隊嘅時候，我哋仲拎咗頭先買嘅小食出嚟過下口癮。阿里山車站係阿里山林業鐵路嘅終點，同時亦都係阿里山支線、竹山線、沼平線同埋神木線嘅起點。呢度海拔2216公尺，淨係企喺呢度都感受到空氣好清新。去到沼平站，呢度海拔2274公尺，呢度嘅山路已經係建設過嘅，所以安全係數都幾高，可以親近大自然之餘，亦都可以保障到自身安全。跟住就嚟到一個呢度比較出名嘅姊妹潭，我哋亦都好慶幸揀咗呢個時節嚟，天氣唔會太熱之餘，蚊蟲都少啲。一路沿住大路行，就會嚟到受震宮。我都係第一次喺寺廟見到咁大支籤。打個招呼之後，見到外邊有好多鋪頭仔，可以休息下，食下啲小食或者買啲手信。行到呢個位，差唔多係成段路程嘅中途休息站。繼續出發去睇神木同埋巨木。而家見到嘅樹可能唔係好粗大，但行到後邊就真係感受到大自然嘅力量。回程嘅時候已經行到好攰，所以就冇乜點拍到片。最後由神木站搭車去阿里山車站，再搭車去嘉義。去酒店放低行李之後，就去咗文化路夜市。呢個夜市好熱鬧，人都幾多，因為條路都好闊，所以行得幾舒服。行下行下，我哋竟然見到有炸雪糕啊！唔知大家喺香港有冇食過炸雪糕呢？而家已經好似唔係好多鋪頭有賣啦。呢個夜市餐廳同埋細檔仔都幾多，好多類型嘅嘢食都食到。我哋揾咗間餐廳坐低食蚵仔煎同埋臭豆腐，味道就普普通通。呢個蛋撻仔反而就幾好食。上網睇，嚟到嘉義就一定要試下火雞肉飯，味道都幾 OK， 冇諗過價錢會咁抵，都好推薦大家嚟試下。台灣環島遊第4日就去到呢度啦。第5日，我哋上晝會喺嘉義食個早餐，行一陣，然後就會搭車去台南。如果你對15日台灣環島遊之旅有興趣，就記得留意下一條片啦。下一條片，台南見。